是爱无卡，爱从小是拄俩台，小是这阿公阿婆有俩煎饺摊，爱让妹妹是为来腾手安样。當乖，如果我哋讀書就唔識嘅係，但係喺佢讀書喺拜託佢，好衰咧，佢打拜託懂啦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冇挑白眼鏡嘅啦，係啦，冇包挑白眼鏡嘅，挑白客家，縮小，嘿，漂亮。有比较慢。數學他唔曉得，搞佢開九九乘法哦，佢會當強。唔理我講修理佢啊，佢會講為什麼要用打的？我給保安打給我。1到10分，2分。我又按這麼低。对啊，爆開啊！本來爆有醬哦，有啊，有醬，紅醬哈。哎，啊，是先包的嘞，本來是包的用的。就先包咩按醬，你剛才打2分。对，你刚刚打2分，哦，差不多。而我的5分，你的2分。阿婆，这张照的比较整齐。这不是，这是我开咖啡厅的时候嘞，是我把吗？风铃装潢过了。这谁？这我，这你啊？对我。哦，人家系风铃抽签风。铃牛排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离婚嘛，所以我跟妹妹都是阿公阿婆带大的，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画了这一幅画送我阿婆，就觉得阿婆很像那个母鸭子，带着我们3只小鸭子，我就画了3只小鸭这样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画画，然后有去学水彩，就画了这一幅送给阿婆。我这边就写了一段阿婆那个时候种阿兹的一段故事，就是有一天他的阿兹少了一只，然后他很怕被他的养父骂，他就去善党拜把公，然后结果阿兹是转来嘞，然后过几天阿兹转来，然后带着一群小鸭子回来，对，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。之后要出书的时候，我就问阿婆说：“阿婆，你走的让来发俩阿兹猫，他就帮我画了鸭子，然后还有3颗蛋。俩白爱只能用动作合会来写两本小说，小妹爱起到俩只故事，因为有动作。小妹会讲的合会都俩数地背，所以俩只故事都有问题，所以爱汉白妹会用客家话来写书。